王菲聽完當場哭了。這不是什麼演唱會後的感動落淚，也不是任何綜藝節目的劇本橋段。那天，當那段塵封已久的錄音被重新翻出，當謝賢蒼老卻依然帶着幾分不羈的聲音在房間裏響起，王菲的眼淚毫無預兆地湧了出來。她沒有掩面，沒有轉身，就那麼直直地坐着，任由淚水滑過臉頰，滴在她那件素色的襯衫上。經紀人歡姐在一旁沒有出聲，只默默遞過紙巾。房間裏只有錄音機磁帶轉動的沙沙聲和謝賢那仿佛從另一個世界傳來的嘆息。那是他生前最後一次談及那段橫跨了20餘年的恩怨糾葛，關於謝霆鋒，關於張柏芝，也關於眼前這個為了他兒子半生流離、半生守候的女人。謝賢的聲音聽起來異常平靜，甚至帶着一絲解脫的笑意。他說：我這輩子最對不住的人，不是兩個孫子，也不是柏芝，而是阿飛。有些事霆鋒到現在都不曉得，但我覺得是時候講出來了。王菲的手指微微顫抖，她知道接下來聽到的將是一個足以顛覆所有人認知、徹底揭開當年那場驚天分手內幕的真相。那些被媒體誤讀了10幾年的情節，那些被當事人帶進墳墓的秘密，都在這卷小小的臍帶裏，隨着謝賢最後的遺言，一點一點地滲透出來。要說清楚這一切，時間得先拉回到上世紀末的香港。那個時候的謝霆鋒還是個頂着巨大壓力出道的星二代，傑不群，仿佛全世界都欠他一個道歉。而王菲已經是華語樂壇毋庸置疑的天后，她的聲音空靈，人卻活得比誰都接地氣。2000年那場驚世駭俗的世紀牽手，讓整個娛樂圈為之震動。31歲的王菲牽着20歲的謝霆鋒，在鎂光燈下穿過街道，那種無畏和坦蕩，至今看來依然帶着先鋒的色彩。沒有人懷疑他們當時的真心。謝霆鋒甚至在後腰紋了和王菲一樣的比翼雙飛圖案。他在演唱會上西吼着玉蝴蝶，歌詞裏藏着只有他們才懂的秘密。那個時候，謝賢作為父親，看着兒子的狂熱，心裏是有些擔憂的。他在後來的錄音裏提到，霆鋒那個時候太小了，他以為愛就是佔有，就是要向全世界證明。阿飛比他成熟太多，他知道這份感情會被媒體怎麼寫，他心裏苦，但他從不跟霆鋒講。謝賢說，有一次他私下約王菲喝茶，王菲只跟他說了一句話：四哥，我唔怕，我不怕寫，我怕霆鋒將來後悔。謝賢當時就覺得這個女人看得太透徹了，兒子恐怕追不上她的靈魂。然而，這段轟轟烈烈的戀情並沒有如童話般走向結局。2002年，張柏芝的出現，讓這穩固的三角關係開始搖搖欲墜。關於謝霆鋒夜探張柏芝，兩人同遊泰國的緋聞滿天飛。儘管謝霆鋒極力否認，但年輕氣盛的他顯然還沒有處理這種複雜關係的能力。王菲後來在接受採訪時從不提這段往事，但據謝賢在錄音中回憶，那個時候的王菲已經做好了分手的準備。他跟我講：四哥，如果霆鋒覺得那邊更開心，我願意走。我不想他為了明星或者為了交代，硬要留在我身邊。謝賢嘆了口氣，我當時就罵霆鋒，我說你搞什麼東西？你到底中意哪個？他答不上來。阿飛等了他幾個月，他始終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2003年，王菲終於死心，她主動提出了分手。謝賢說，分手那天，謝霆鋒把自己關在房間裏一天沒出來，但他始終沒有勇氣去挽回，因為那個時候張柏芝已經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和依賴。謝霆鋒不忍心傷害她，卻不知道這種不忍心其實是對王菲最大的殘忍。接下來的幾年是所有人熟悉的劇本。王菲嫁給了李亞鵬，過上了看似煙火氣十足的日子，甚至為了家庭淡出了歌壇。謝霆鋒娶了張柏芝，生了2個可愛的兒子，看起來也走上了正軌。
謝賢在錄音裏說，那幾年他過得很舒心，因為終於抱上了孫子。但他心裏有根刺，他知道霆鋒心裏也有一根刺。他觀察到謝霆鋒在拍戲時越來越拼命，那些危險動作不用替身，像是要耗盡自己的生命。有一次他受傷住院，柏芝在旁邊哭，他卻在笑。我作為父親，我懂他，他不是開心，他是覺得痛了才好受。謝賢說，那個時候他就隱約感覺到兒子的心有一部分早就隨着王菲的離開而被帶走了。而謝賢自己雖然和張柏芝相處融洽，甚至在公開場合多次讚賞這個兒媳婦孝順，會帶孩子，但他也承認張柏芝在這段婚姻裏太辛苦了。柏芝是個好女孩，她愛霆鋒愛到沒有自我，但一個沒有自我的人是很難留住一個心已經走遠了的男人的。他越是付出，霆鋒越想逃。謝賢在錄音裏說出這番話時，語氣裏充滿了無奈。他知道當年那場分手的因果，遠比外界看到的艷照門或飛機合影要複雜得多。時間來到2011年，謝霆鋒和張柏芝的婚姻終於走到了盡頭。外界普遍認為導火索是張柏芝在飛機上偶遇陳冠希並主動合影，觸動了謝霆鋒的底線。但謝賢在錄音裏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說法，那些人根本不懂霆鋒。他那裏是為了什麼照片生氣？他是突然發現他騙不了自己了。柏芝做什麼都是錯的，哪怕他什麼都不做，霆鋒也總能找到理由不回家。離婚對柏芝其實是解脫。謝賢說，在離婚前夕，謝霆鋒曾跟他坦白，說自己這幾年常常夢到2000年的那個晚上，夢到他在後台看着王菲唱歌，夢到那隻蝴蝶。謝賢當時就問他，你如果還是放不下那個人，你就不要害柏芝了。謝霆鋒沉默了，然後點了點頭。謝賢在錄音裏對王菲說，亞菲，你別怪霆鋒當年娶柏芝，他那時是真的想忘記你，他以為結婚生仔就能定下來，但他錯了，感情這種事騙得了全世界，騙不了自己。他娶柏芝，其實是因為他當時覺得再也追不回你了，他是在跟自己賭氣，他用另一段婚姻來埋葬對你的念想。只是他當時不明白，這麼做會把3個人都拖進地獄。2014年，王菲與李亞鵬離婚，謝霆鋒也恢復了單身。這對闊別了11年的戀人，在經歷了各自人生的滄海桑田後，戲劇性地復合了。這一次，他們不再高調，不再紋身，不再對着鏡頭牽手。他們像兩個隱居的修士，偶爾被拍到也是在小區散步，或者在機場匆匆同行。謝賢在錄音裏說到這裏時，語氣明顯輕快了起來。那時候我終於放心了。我看到霆鋒又會笑了，他開始做菜，開始滑雪，整個人鬆弛下來了。我後來跟亞菲見過幾次面，我同他講多謝你，他還是像以前那樣淡淡的說，四哥，我什麼都沒做。其實我知道他什麼都不用做，他只要在那裏，霆鋒的心就定了。謝賢坦言，他從來沒有反對過兒子和王菲在一起，所謂的謝賢討厭王菲完全是媒體捏造的新聞。我怎麼會討厭他？他是讓霆鋒變好的人。柏芝也很好，但他和霆鋒八字不合，兩個人在一起就是互相折磨。亞菲和霆鋒是靈魂伴侶，然而這段遲來了多年的相守，卻始終繞不開一個現實的障礙——名分。王菲和謝霆鋒復合12年，沒有領證，沒有舉辦婚禮，外界對此眾說紛紜。有人說王菲不願被束縛，有人說謝霆鋒受離婚陰影影響，還有人惡意揣測是謝霆鋒家裏不認可。謝賢在錄音裏終於將這個驚人的內幕和盤托出，他蒼老的聲音帶着一絲哽咽：你們都以為是他們不想結，其實不是的，是我不敢讓他們結。這句話如果在謝賢生前說出來，足以引爆整個華語娛樂圈。謝賢解釋說，
他的身體其實早在幾年前就出了大問題，雖然對外一直宣稱硬朗，但內裏已經油盡燈枯。他深知自己時日無多，而他最牽掛的始終是那兩個孫子，張柏芝含辛茹苦帶大的 Lucas 和 Quintus。柏芝這個人，大家知道的，情緒不穩定。如果霆鋒和亞菲在這個時候結婚，媒體肯定會大肆報道，說什麼新媽入門，舊人被遺忘。柏芝看到了，會怎麼想？他會不會不讓兩個孩子再來看我？會不會在孩子面前說霆鋒壞話？謝賢說出了他作為一個父親和爺爺最深沉的憂慮。他不是不認可王菲，他是在用最後的生命替兒子保護好那段曾經錯誤婚姻留下來的血脈。他要確保兩個孫子能在一個沒有紛爭、充滿愛的環境裏長大，而不是捲入成人情感的風暴中。所以，他私下請求王菲和謝霆鋒暫時不要結婚，等他走了再說。王菲聽了，沒有猶豫，當即就答應了。亞菲跟我講：四哥，你放心，我冇所謂的。那些名分，我20歲的時候都不稀罕，現在更不會同柏芝爭。只要霆鋒好，只要兩個小朋友好，我怎樣都可以。謝賢說到這裏，聲音突然斷了，錄音帶裏傳來他長長的吸氣聲，像是在平復巨大的情緒波動。他最後說：亞菲，這件事我對不起你，你為了我謝家，為了霆鋒，為了那兩個不是親生的孫仔，白白背了10幾年無名無份的罵名，你受委屈了。謝賢的這卷錄音是在他住進 ICU 之前的最後一周錄下的。那個時候他已經幾乎無法進食，說話都費力，但他堅持要完成這個儀式。他交代身邊的親信，一定要在他走後找個合適的時機，把這卷錄音交到王菲手上。他說：我這一生風流了一輩子，欠了不少情債，臨到老，我不想再欠亞菲的了。我要讓所有人都知道，她是我謝家最敬重的人。她不是什麼沒名分的同居女友，她是謝霆鋒的救命恩人，是我孫子的守護神。當錄音播放到這裏，王菲終於忍不住哭出了聲。她哭的不是那些委屈被看見，而是謝賢在生命最後一刻還在費盡心機為她證明。歡姐後來回憶說，王菲哭了很久，最後說了一句話：四哥太傻了，我從來沒有怪過他。這卷錄音曝光後，所有曾經質疑過王菲、嘲笑過她倒貼、指責她拆散別人家庭的人，都陷入了集體的沉默。原來這12年來，王菲不是不想嫁，而是為了守護一個即將離世的老人對孫子的牽掛，為了維護另一個女人在孩子心中的形象，而選擇了緘默和退讓。這份隱忍，這份大度，完全顛覆了外界對她高冷自私的刻板印象。謝賢在錄音的最後，還談到了那份引發巨大爭議的遺產分配。他將90%資產留給了兩個孫子，由張柏芝代管，剩下的給了謝霆鋒和女兒。王菲的名字確實沒有出現在遺囑上。當時新聞一出，無數人嘲笑王菲竹籃打水一場空，陪了謝霆鋒10幾年，連謝賢的一分錢都沒拿到。但謝賢在錄音裏苦笑解釋道：亞菲，你不要怪我這樣寫，我太了解你了。如果我把錢留給你，你一定會把錢捐出去，或者轉手給霆鋒。你不會要我一分錢的。我把錢留給孫子，是因為他們還小，未來的路還長，有柏芝看着，我放心。這筆錢說到底是我在替霆鋒以前犯下的錯買單。柏芝一個人帶大兩個孩子不容易，霆鋒虧欠他，我這個做公公的只能拿錢來補。亞菲，你有你自己的身家，你不缺錢，你缺的從來都不是錢。這一番話將謝賢作為一個老派港圈人的精明和通透展現得淋漓盡致。他看得比誰都清楚，王菲和張柏芝，一個是兒子的靈魂歸宿，一個是孫子的血脈依託，他誰都不想傷害，只能用這種看似偏心實則周全的方式去平衡身後這個複雜的大家庭。
王菲聽完錄音後，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哭泣，也不是給謝霆鋒打電話，而是平靜地詢問歡姐關於之前他聯繫的那個香港安寧療護基金會後續的捐款流程走得怎麼樣了。歡姐告訴他一切順利，那筆用於資助老年痴呆症研究的款項已經以匿名捐贈者的名義到賬了。王菲點了點頭，說再追加一筆吧，用4哥的名義。這就是王菲，她從不將悲傷和委屈掛在嘴邊，她只做實事。謝賢忌日那天，王菲依然沒有去墓地，因為她知道那裡會有狗仔蹲守，她不願自己的出現再給張柏芝和孩子們帶來任何困擾。她只是在家裡煮了一壺茶，播放了一首謝賢生前最喜歡的老歌，然後靜靜地坐了一下午。而謝霆鋒直到現在或許都不知道父親錄音的全部內容，他只知道王菲在那幾天後對他越發溫柔了，那種溫柔裡帶着一種巨大的悲憫和理解。謝霆鋒從小在單親家庭長大，與父親的關係曾一度緊張，後來雖然和解，但男人之間的交流總是言淺情深。謝賢選擇把這些話說給王菲聽，或許正是因為他知道這個女人是連接他謝家父子2代人的紐帶，也是最能懂得他良苦用心的那個人。如今斯人已逝，餘音繞梁。那段錄音不知為何流出了一段音頻，在網絡上瘋傳，雖然很快就被下架，但足夠讓所有聽過的人為之動容。大家這才恍然大悟，為什麼謝霆鋒在父親離世後依然沒有急着將王菲娶進門，因為那是父親臨終前的囑託，也是他對自己2個兒子的責任。而王菲依然是那個活得最清醒的人，她用自己的12年甚至更長的歲月詮釋了什麼叫無所求的愛。當外界還在用名分和金錢來衡量一段感情的價值時，她早已跳脫了這個維度。她哭不是因為委屈被洗刷，而是因為她感受到了謝賢在生命最後一刻對她那份跨越了世俗偏見的尊重和感激。這份感情裡不僅有謝霆鋒的愛情，還有謝賢如同父親般的理解。那個曾經在演唱會上酷酷地甩着頭髮的謝霆鋒，終其一生或許都無法完全體會他的父親和他最愛的女人之間，在那些他缺席的時光裡，有過怎樣深沉而簡短的對話。王菲擦乾眼淚，推開窗，窗外是沉沉的暮色。她知道關於她和謝霆鋒、張柏芝的故事，在娛樂媒體上永遠不會真正落幕，總有一天會被重新翻出來添油加醋。但那卷臍帶，那個老人的嘆息，將會是她心裡永遠的庇護所。她無需再向任何人解釋為什麼她不結婚，為什麼她不出席葬禮，為什麼她不在意遺產，因為這世上最懂她的人，除了謝霆鋒，已經又多了一位謝賢，哪怕這位老人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而那隻飛舞了1/4個世紀的玉蝴蝶，在經歷了狂風暴雨後，終於在一個寧靜的黃昏，找到了他真正的棲息之地。不是豪門，不是分書，而是那個曾在 ICU 門口為他據理力爭的父親，用最後一口氣錄下的這份清白。